子宫内膜癌发生伫各年龄层的女性，尤其有肥胖、高血压或者是糖尿病，得到子宫内膜癌几率较悬。加上荷尔蒙的失调、多囊性卵巢综合症，嘛会增加风险。相关的症状包括阴道无正常的出血、骨盆腔的痛痛，或者是腹部无爽快，都要早期来检查。子宫内膜癌的症状大概就是不正常的出血，然后其实大部分的最主要的病人是停经后的出血，所以只要停经后的女性有不正常出血的话，一定要就医。但是因为很多年轻的妇女的话，可能有一些生活形态的改变，所以她的月经不正常。但是如果月经太不正常的话，还是建议要看一下，至少要评估一下她子宫内膜的厚度，去确认说她不是子宫内膜有长东西，大概这样子。目前是有年轻化的趋向，因为像我今年就碰到好几个都是因为子宫内膜癌，然后可能在外院做诊断，然后可能人家建议他把子宫拿掉，然后他又想生小孩，所以有来院求诊。当然不是我们现在要介绍的这个病例了，大概这样子。所以大概比较建议说，希望大家能够有健康的生活形态，然后可能像饮食啊、体重啊那些都要控制。但是遇到异常的出血的话，还是要请求医院医生的帮忙。因为晚婚加子宫内膜癌发病几率的增加，未生育的妇女得到子宫内膜癌的机会嘛对咧上升。因此，如果会用透过早期的检测，加上精准的治疗，也是会用保留生育的能力。目前的话，会建议挑病人比如说他是第一期的，分化良好的，然后没有肌肉层的侵犯的话，是可以用药物治疗。然后药物的话有所谓的黄体素，另外一个是子宫避孕器有黄体素的避孕器也可以做治疗，大概是这样子。但是其实如果病人有强烈意愿的话，其实也不见得要这个条件啊。像我碰过分化中度的，然后有肌肉层侵犯的，还是照样的做。其实等一下要介绍病人，他其实有肌肉层的侵犯，但是因为他想要生小孩，我们还是会努力帮他达成他的愿望。基美病院妇产科主任康介仪表示，在去年，因为国际妇产科联合会特别将分子检测纳入子宫内膜癌的分期，因此会用更精确的制定每一分期甲无共细胞类型的治疗方案，帮助病人选择适合的辅助治疗，提高治疗的效果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